夫人，扬州大小姐大姑爷，二小姐二姑爷，杭州四小姐四姑爷，五小姐五姑爷，再来不什么扬州里，也是进京拜寿来了。怕怕有请。是。老爷吩咐，有请各位小姐姑爷。有母啊！
呀，这两对小夫妻真讨人喜欢。哎呀，母亲，杨嘴的花园，苏定府御茶也漂亮，还是到我家来养老。对，还是到我家来养老。张喜是同张子领亲儿老到我家来，有你到我家你们多有小心，等我高老以后谁是少你？你们去到花厅用茶去了。母亲，儿郎，你太喜欢我，你咋这么到我家来？你还是你？你真把你宠来了。带来什么手礼？一双空手。这个林家的野丫头，嫁了个穷书生，流落天涯，他来做夫人积累百岁，可谓之力嘛。吩咐他们进来。是，三小子三姑爷，老爷叫你们进来。官人请，娘子请。有我在上，小学大礼拜做谁了？也是女孩，起来。罢了，别的母亲，三小姐，彩云。你们两人从哪里而来？这一下家境可好啊？岳父岳母啊！去送
去空腹而已，令人用餐路，国法不用食了。彩云，夫人，你陪他们到子房吃饭去。夫人，这可谁要开宴了？让三姑爷、三小弟一道吃吧。对，好吧，上子娘好菜好办，可待。是。三小弟、三姑爷，陪我来。夫人，我又不让他们一同一回。对了，他们上不了这一步。来呀，吩咐随我开宴。是，随我开宴。困着书本上走，雷阳谈表，永生不及，为言不见记录。你笨嘴嘴的，我可听不懂。彩云，来。是这圣人的子名叫叶伟，是的普王子，用的普兰
今朝我独子，可是他有所苦衷，照样十分快乐。我这里有你彩云照顾，身故言为这辈哟，这辈哟。你真好。哎呀，这道菜叶已经做好了，彩云，你来看。哎，这是我家母亲补做的花样。哎呀，真好看！哎呀，真好看！哎，三小姐，喏，真好看。哎，姐妹们快来，快来！哎呦，快来！雅莲，什么事？去看看这个穷姑爷是什么样子。哎，去看看。哎呦，一山难雷灭亡之水，姑爷不讲江河图啊！你们菩萨些什么？我是什么？你管不着。你们把三姑爷当作什么样人看待？姑爷不见得多啦。哎，看来你的姑爷是什么人啊？我的姑爷堂堂丈夫同志，长远宗旨。我的姑爷现在宰相圣旨，杭州才子。我的姑爷也是宰相圣旨，江南名士。哼，我的姑爷养嘴水夫，有才有词，结婚开马脑，产相披萨沙，山珍海味吃不了，拿去喂狗喂马啊！我们三姑爷可不像那种雪花针头一包好。三姑爷要问好，国气好，心肠好，事来运转，必做长远。他送长远，你我的母爷长眼睛。你管当督，我谁当督啊？你看中这教化长远，就他做小老不好啦。你当真啊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雅莲，你可气了，完了，不要吵了。雅莲，不过二弟把你宠坏了，此次参演事里，太莫与委屈了。三小姐，是你们最委屈了。你们万事委屈吧。海云堂你为了情，万里全部把家里，不怪表弟心思里，不人知他那一女吵架与母与婆呐，吵架对，吵
心，马我真气，眼前子红肚子，何必骗女子也骗自己？官人啊，边塞可不彩礼，人多看大要受气。在郎君归天涯风霜苦，真不想起早财神吧，娘子，别人并不想急着药家。作为金娘继任所夫，他从后年中专权，早有自见之意。但他为来在我面前自见自己，偏为乱境。官人，你立是为民之爱，为我报杀父之仇，妾身无过一错。娘子，三成，请我出来。儿媳妇也来了，请里边坐。里面也孤穷酸气，我不愿意进去。是啊，上等之人不进下等之房。那么有什么事？我来问你，我的妾身丫头，你为什么骂她？为什么当她？你真是老夫队长照样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当真也要可是生命，再关起我小丫脸，叮嘱丫头不低贱，官府见了白笑脸。夸你一生穷酸气，什么小气家子在成天。他养对丁八万子女交对，三天些来关起来得在成分双方来比拼，今朝这女万可去，我看你夫妻不得官分钱。儿媳媳妇都来娘家做客，还当一礼相待，岂能一夫欺平，受我不讲道理？谁不讲理？谁？哎呀，娘子，这种人不可理喻，何必猜？是的，马云怎么点上？我们进去，我们进去，去马。你们一生紫光宝气，竟不是这帮中权算自欺，何必进来？气死我了！这是老亲戚，哎呦，谁告诉他的良心？母亲，你随后何分？为弟弟母亲辅助的手下，两表称心。哎呀，母亲，这种儿子在我们扬州府中，只配接下等人穿哟。是啊。
下去侍御门公府府。是，母亲，母亲。三臣，本年你夫妻重度落魄，好以收留妇内。你怎过得罪贵客，还不当面赔礼？母亲，地狱吵架原是儿子无端，盼望母亲本顾彩云便是。哎呀，母亲，方面你偏心出怪。岳母小心告辞了，一起坐下，与我做事。哼，既然你不嫌我错怪，女儿嘛有，你不嫌我偏心。女儿不过杀不背礼，别为不孝，许下女人负重。岳母啊！老一回，永世不见5年你。此事委屈你们了，只是你们囊中空空，正好上路，在为帝为王，与你们取些盘中银子，再走不迟。大弟，官人，真不与我造了。官人，哎呀，娘子好不糊涂啊！怎管为考不义，接近你了？对。我们还是为了进去潘姑爷三小心。
王道从马。
爷，弟弟，有老爷不要说话，要说老爷，父亲他是不好了。杨继成为京长风飞上朝，他今朝摆到一送不怕应付死生少，老女送装腔只是把忠心表，赢得那万岁他怒气冲霄。他把金针双手分，当兵那文下接牢，你想咬牙横手过唐一命难逃，两分生物谁管？吓得我等口里心思僵。去了是告死了，只差下刀法。若不早与你相结好，也不为这次之恋，若不也太没有远见了，真高子。对不起。对哇，留不下云南真的也是了不。哎呀，你弟弟私自亲自，常言道不求之下去有万路，万岁还真的好。弟弟，我们也随吧。有不？我要留在你的不会去吧。有不？弟弟，我们随吧。老爷呀，刚才万事乐融融，请看自己一场空。女儿姑姑李娘子，大奶到来可惜呀懂。哎呀，老爷。夫人啊，你的婆女婆哟，我是趁早真相落，帮忙苦救三成女，后院还有这一个人。这是三姑爷留下的书信。
怪是他瞒我。不要小看英龙，他是神不少之师，别上身，却换出几层刺剑。哎呀，自己来脱亲了。怎杨继康见驾，请旨。皇天正运，皇帝诏曰：杨继成诬告年宋丞相贼大弥天，本当9日见旨。念杨继康平日忠于精神，从宽发落，今日起挟着为民，草木将产，所策进度。老爷，梅夫人所知，我不管啊。你真笨！但是我母亲便有30万私房银子，30万银子，30万银子不能让大器早成。下列云快吩咐外教到长师府去。是。去做什么啊？接弟弟母亲到我们丁府来。哟，孩儿妹，到哪里去呀？大媳妇，你从哪里来？好，我从南京刚回来。你可以到家？没遇到家。你没遇到家，那我到哪里去？暂时不告诉你。
哈哈哈！大继父，请走。哦，请走，请。二妹夫，义兄求光乱境，奉得念想清水将我，他要把杨继生的情欲也查分，那你我两家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幸喜义兄当同过节，这是念想光岁女子，你我怎能小心念想犯了名字，便可摆着你父前可以投身。这个学本值得花。好，这本摆着你父的书帖，我马上与你退兵。哈哈哈，大继父也都是莫水。拜托，你我一同到书房去，请。老爷夫人最好。弟弟母亲请上座，这女孩大力传备。女儿好小心，别帮送事。谢弟弟母亲。来呀，你见老爷老夫人准备相看我哟，跟我领罗一声。你见老爷老夫人苏走忙，寻香结笔。准备紧张烈儿，中途指望碰掉三声黑米，见老爷夫人在后花厅设下酒宴。好女儿，不必铺散了。是啊，自己父母也不是为谁。哎呀，老爷夫人，二小弟想念两位老人家，可得来哪里？的，哎呀，真在乎啊！弟弟母亲往家跑，弟弟为国多情真，生命千字桃，总比得在念相逢，几生生千真相，他好喜结的娘来养好，花园清平瓦垒好，正堂见我有你牵，绫罗衣衫有你挑，扎在家中宴气门，哎呀儿婆你里花房摇，哎呀摇啊，哎呀摇啊，哎呀花房摇。爹娘啊，女孩为了亲家到苦怜我。向百姓心常叫，哎呀，爹娘。
对。哦，下殿就下殿，别往上师傅把老爷夫人的香炉啊钱、银礼包裹，统统的搬到这里来。哎，是。妈，弟弟还有什么吩咐？儿啊，为吾此间一物所有了。弟弟，此话怎讲？为吾下得为兵，草木将才，到此两手空空，哪里来的法器相容我？是啊，上当，雪里身上这套新衣裳，还是在让叔父你大计为二老晚上定命。丁老爷老夫人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滚！上当，何故发怒啊？这番见证不听实话，真叫人生气啊！你们走说，我区就来。老爷、夫人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什么？二小姐一听老爷的真心话，脸色都变了。彩玉，你二小姐从小就是一为儿哭，一为儿笑的。夫人，我看二小姐没有大小姐后头，我去请大小姐来帮助上你。老爷，慢。雅丽，你要做什么？哼！当初你这贱人，当初老夫人宠辱于你，你打我一巴掌，我生气肯生。今天你东家出事了，这一巴掌我要打我。啊，雅丽，你滚！为什么不管？你。彩玉，彩玉，爱大慈小，只怕你们这里死不得了。我去请大小姐了，请你们委屈。彩玉，夫人，看来彩云也子有理呀！儿啊，为吾腹中积粮，梦里无花厅设宴，快被为吾赴夜去吧。哎呀，弟弟，事事不巧了，真是不巧。你女婿生今天要杨追等你的府上聚会，在荷花厅请客吃酒。那些无妨嘛，不在荷花厅可以领为是也罢。是啊，上当自己爹娘不是为人，这边哪里都可以用上么？哎呀，母亲说得对，自己爹娘不是为人，这边哪里都可以。下列允快带老爷夫人到此王去吃饭。两位老人家我晚了，到此王去吃饭吧。女儿这样小心，我但要尝尝这个味道。老爷来，无辜女儿为什么偏要我一人承担？二妹，打起来了！弟弟母亲你到此王吃饭去了。什么？到此王去饭，老爷。
咬牙跨与我摆在人中雷跪下，要不说告你5年到过家，你就跪下，跪下母亲被女儿委屈吧，不行，余尊，官人，好他的胆子，没有得到我的同意，怎管谁累他们？官人，他们不亲生父母啊！在家从父，你可以听他。出家从夫，你守着听我，不要理他们，你就不委屈。官人，快回去。小他
起来，娘子，你怎能颠倒的胡乱讲？念想过本是当朝他忠良，杨继身手不正黄州本，他才是奸臣儿与好下场。你父亲下阵为民本有才，我咋是虽然与他遭过样，可真我要百年想做你父啊，早来早比王腾他为公良，用尽你为家去民负责良，送他们作为官尊尊他乡。好，我也操误着了，可算真是你情了。好，娘子不用为家去拿，二妹金母也有。下面允许我爹爹母亲区100两银子，再加2套衣服。什么衣服？我大姐夫府中借什么新衣服，我丁府也借什么新衣服。是不容了。把衣服脱下来。啊，弟弟母亲。弟弟母亲，这叫女儿伺候。这等不放中计，审查主子出的东西，为我一点也不娘。黑货，我要马神，不要理他们。是。情能相聚，我回去吧，见证与我。
来人呐！弟弟暂未来了，为吾不在家中，可与客人到来。弟弟用兵啊！讲了些什么？弟弟，有不得早日子也大官的，他封家干前么事，最可恨有不得阳水上雨去，一个个碰着说我自去进去。让你们啊！你们先去看看这封书信。这是大兄于子云的书信。于子云来到杭州，下书警告于我，使我收留财官，撇为同党。你们快叫岳母岳母悄悄发门去吧。弟弟，又不是你洞察好友，就为亲家怎能破镜重圆？他等。跪下！弟弟，跪下！我最好，哟，老对子啊，我与普通山为人士啊，啊，梦梦，你们可以在这里做啥？母亲。弟弟为儿这里有木有木打发来的哦，母亲，弟弟要将有木有木送他夫门。哎呀，弄个情了的，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哎，玉母啊，我知啥？哎呀，夫人啊，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啊，什么个大事体啊？哎呀，起来！不要紧，去。喜不亲家远道而来，王娃快去请亲家公亲家母出来，还备多远去？是他真。哦哟，老爷，这弄出啥吓我一跳了？哎呀，夫人啊，你可知闭门家中从何从天上来？哎，杨继康乃不祥之人，岂能轻易留在府中？哦，亲家上门不讲之人，与他不得说出府门。哎呀，老爷，侬此番与普渡山，他不算心贼，何以简单？良心的咯，被牙根吃得在。哎呀，你，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哎呀，老爷娘，老爷在往中听，怎么亲家不讲真？当初是弄个同场雨，中年那个为何言语成？常来常往常相亲，刚上那个儿女配征婚，与情与理与缘分，两家成家一家成，如今亲家都在心，千里迢迢走上门。中子
哎呀，皇帝一语草娃亲，留下亲家我做主，侬光儿子为何不老爷侬要仔细称，仔细看看。哎呀，切莫做若情不人的事。亲家，母亲亲家，请走。想不到千里奔波，到此痛的。哎呀，真是苦着亲家噻！哎呀，老头子啊！难道没有办法可想？办法啊？哦，办法倒是有一个。哎呀，我夸死！哎呀，亲家的大女婿已被聂相国为女巫，我被亲家前去找他相谈。不，我绝不去求那个身材中物衣冠禽兽于之欲。啊，陈弟兄，告此理，有不亲家，有不亲家。
不能享受，被劫遭困劫，要生死非的。亲家，亲家，夫人，你3百两银子，这亲家做官转，亲家你的用心已经真了。哎呀，这个老子！
与靠倚，恰不了。姑娘醒醒，姑娘醒醒！嫂嫂，快开门！嫂嫂，哎呀！二弟，你快去拿姜汤来！哎，老爷，夫人，彩云，彩云。彩云，老爷夫人在哪里？在城隍庙。哎呀，嫂嫂啊，二弟，你叫他去好好照顾他，为早去谁来？哎。怎么去了？这叫我怎么办？姑娘，你和姜汤。姑娘，请喝姜汤。姑娘，
请喝姜汤。姑娘，姑娘，心心。你是谁？我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姑娘，姑娘亲姑娘，放心下这暖如汤，最是暖心沉稳最家常。只为我兄长官好无音信，奉大名当听金报他家堂。半路上见你昏昏到彩地，真经得冰雪满地数风光。看足有夫人经过相救你，顾不得男女之间有他旁。这逃亡是我早早一生子，就因与他作伴一无妨。姑娘啊，因我落难待我讲，不要悲伤来望我。姑娘一定生活冷。
海中凉，老爷家本为民恨，情义不成谁凄凉，似乎女儿不供养，随老泪落才一想。兄长就因侬遭到杨三成，三小姐，三小姐，姑娘，我还是不他到嫂嫂房中去歇歇一会。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吧。夫人，小心了。去下了，老爷，天寒地冻，路易之间，冯真你我不是一死。我若恨一生，我人违法，无外不想死的。我提动动不知龙满身，我心中还有一点
弟弟，好像是母亲，奶奶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弟弟，在这儿。彩云待在我家，请弟弟母亲进去自下。彩云，老爷。快来暖暖身子。二弟，快来见过我弟弟母亲。这儿真是龙拜见杨家发福发福。少爷，黑云荒倒在雪地里，多亏恩公相聚。多谢恩公。嫂嫂，饭已做好，请把父把母用作去吧。弟弟母亲，请。哎。三层开门，娘子。
不要小困于我。娘子，你来看。娘子，此番府事金榜题名，状元及第，您想过虽不为门生，做了妾身情爱。你在看那老子了？娘子，你怎能不忠不孝，轻贼不分？娘子这问得好，你这是为何？原来是又用我家刀小西怕里穿吧？想不到你也是个口是心非，却也无私自卑。要不我这个月谁到主死人为错？要不你只要夫妻到老，这金银也就与我抛掉。娘子，哎呀，秋啊，娘子，请用听小婿，请行永必你讲永福啊！小婿我当门贼把相过背，为的是生的富裕自大哎，为子最见老的妾人哎，他保我妾身平安出京来，一路上为我四方擦肩当，早年彻底讨天灾，平也是长天随风几万载落一空。老夫也是心间错怪也惜了。三姑爷，哎呀，翠玉，都谢你照顾儿了，兄长。娘子先来一步，自备正来迟了。
正他所负的衣冠禽兽，这是你的娘子。哎呀，娘子，自己年送上面，我这个子应许还是杨四郎的女婿。今日也来与娘子破镜重圆，还来拜着岳母落色他人。娘子，后人再次宣话，岳母在上消息他的拜着谁难？老爷，这娘子，请我美言几句，就是非人得罪二老，死不后悔。今日得来登门谢罪，娘子，谁听你的话，见巧女，他去。娘子，谁是你的娘子？三小姐三姑一到，你得心生来了，夸夸有情。送信，三妹夫，大喜，见他起可悲的令人传奇。有什么话，你就说吧。三妹夫，要求你重办这衣冠禽兽于子云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情理难容。来人呐！来，岳父，将这个无情妇女上的挂刺之毒关了出去，永远不许上门。是。岳父，娘子关了娘子。请老爷夫人，黄水陈老爷见驾到府，有请。亲家到了，有这原因。哪里？哦，谢谢你来，拜见父母。亲家。不知亲家到来何事啊？哦，尊人来为亲家拜寿啊！哎，老朽当年飘零四方，无曾收留。哎呦，今日亲家特来拜寿。哎呀！是我好不惭愧咯！哎呀，亲家公，亲家母，我个老头子嘛，是我们面孔来拜寿了。今朝啊，是我俺妈一来赔礼。哎呀，道歉个。哎呀，亲家。老朽当年委曲结账，认得了二位亲家，多多有才，多多有才，看在亲
亲家母的份上，哎呀，不归了！我还是要好亲家，应当要好，应当要好啊！哦，请两位亲家洗到花厅用茶去。好，夫人，居民啊！做什么？我要往台上演戏。谨慎自私。哎呀，母亲，简笔司礼，讽刺我淫乱美妇，我要往台上演戏。怎么到此吵闹隧道？不，我们向岳母大人摆阵。是你的岳母，母亲，谁是你的母亲？哎呀，弟弟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你是你的父亲，你叫我走混。我不走，如果女儿摆阵，为什么偏偏说走我？你们不准我女儿，我死也不走，我死也不走。气死我了！新姑爷请小姐为父，也得新闻来了，夸夸有情。岳母在当，小婿大礼做拜前去。也媳妇儿，起来！敬岳母。母亲，姐夫，你来看看，我有这个小人女儿，生你发白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母亲不要生气了。对，不要生气了。来人呀，吩咐奏乐设宴。是，对乐设宴。
呢，我还要给大家介绍我们原版的演员当中，今天因为工作和身体情况没有上台的演员，有请。对我们介绍了曹慧敏五姑娘的扮演者，黄连琴陈淑梅的扮演者，夏三丽就是我